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孝明。對1999年成立到現家嘅華山基金會，已經喺全台灣省服務藝等嘅體驗上專業嘅批判，還有專業嘅服務已經改久嘅。那同時，我哋亦嘛有改到愛心嘅電視站來服務藝等偏鄉嘅藝等體驗上。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來自我哋屏東縣嘅華山基金會，而同我哋分享講，喺屏東縣有一啲暗藏嘅地方。華山基金會服務很用得多，每一啲愛去提供服務嘅體驗上。我哋聽的來賓係來自我哋華山基金會屏東縣嘅站長游彬來到現場。游彬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屏東縣的游彬。那同時還有我哋嘅社區嘅服務員林建明來到現場。建明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女僕嘅林建明。今日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我哋提講其實華山基金會對1999年成立到現在已經有服務我哋體驗上幾久嘅。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嘅站長，因為其實我哋以前有訪問過我哋高雄市嘅華山基金會，但是對於我哋屏東縣嘅華山基金會來講嘅話，我想請問提嘅問題嚟講，以屏東縣暗藏嘛吼，屏東縣其實可以從，我哋華山基金會目前已經服務有一道嘅個案。好，我們目前在屏東縣33個鄉鎮市，已經服務1500多位的獨居長輩。對，那我們其實最遠來自高樹離港，最南恆春牡丹，其實都是有我們服務的範圍。嗰數從入去暗藏嘅一啲範圍地步嘅話，有同時你嘛有1500個我哋睇現實嘛吼，唔都有講到啲獨居的長者，咁樣嘅人能可以入到我哋嘅華山基金會嘅服務呢？華山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在服務65歲以上獨居弱勢的三失長輩。那我們比較常聽到的三失長輩是失依、失能跟失智。那失依的部分比較像是獨居啊、弱勢啊這種需要關心的老人家。那失能就是說，他行動不方便，或者是生活沒有辦法自理。那另外是失智症，失智症就是說，他有經過確診或疑似失智，這三種對象都是我們服務的這些獨居長輩。嗰數三依的失依、失能跟失智哈，失依如果冇人照顧，失能如果伊即個可能有一啲身體上面某部分呢冇辦法，即個可以自以為的行動，然後體上面都失智。但是問題係，這個3個失依裡面，你只要達成某一個就可以嗎？還是說，因為有些失智或者是失能，它並沒有失依啊？對，我們只要3個其中有一個符合我們的服務需求，那經過我們社工專業的判斷，符合我們基金會服務的條件，我們就會去提供到宅的服務。是到宅服務，也會內容太部分有哪啲？我們服務的內容非常的廣泛，我們最主要是看我們服務的長輩有什麼樣的生活需求，我們去補足他不足的地方。那像是我們平常比較常提供的訪視，就是關懷訪視，我們去阿公阿嬤家去問他們說，用餐啊、用藥啊，或者是生活上面有沒有一些特殊的狀況。那另外就是提醒他們一些目前最近的一些生活狀況啊，例如說，可能疫情期間我們會提醒他說疫苗的施打狀況啊，或者是說，像最近有流感，那可能流感他有沒有去注射疫苗？那外出的時候要留意這些生活的細節。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我們還有像陪同就醫，好，那就是說有些獨居長輩他們外出行動比較不方便，我們就免費的帶他們去看醫生。那接送，甚至幫他們分藥，提醒長輩用藥的一些狀況。還有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服務是年節關懷，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在端午、中秋跟過年前去發送年節禮給這些獨居弱勢的老人家。因為其實在過節的期間，家家戶戶在團圓、開心過節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獨居的老人家，他們內心會感到特別的寂寞。他們想說，奇怪，人家家家戶戶團圓，那我卻只有一個人，所以我們會在年節前發送年節禮，讓這些獨居的老人家感受到過節的氣氛跟溫暖。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一些比較特別的服務。等於如果唔單止講對於我哋嘅老人家嘅問候上面批判，甚至帶人一款片，甚至嘛會去參考到一啲自己嘅心情，尤其係可能過年過節嘅時間，有啲有真會感覺到嗰種麼。重要部分來講嘅話，比較面算是我哋第一線嘅社區服務員。我頭先我哋右邊嘅站長已經講到講，其實我哋服務嘅範圍巨大。
同时我哋屏東人來講嘅話嘛，係對嗰啲長嘅地方。咁即個係第一線嘅觀察地方，因為講更加多多個案來講嘅話啦，最長是要服務嘅內容係乜嘅？較平常嘅服務嘅內容，就係像較弱勢獨居嘅老人家，係安那人會帶志工，會帶兩三個志工，會一定都卡，會去關心，訪問一下看下廠有多乜嘅事情冇，有需要特殊冇。因為其實獨居嘅老人家平常喺都卡嘛踢球，都冇人去隨便聊天，那志工嘛要隨聊天，較會分享一廠有發生乜嘅事情，可以關心一下嘅。嗰所以就一點二喺啲聽藝術來講嘅話，而家可能對外面嘅一啲連接。都已經過冇，有啲人可能連電視都冇得看，嗰時冇咁地講，而家外面有乜嘅發生乜嘅事情，吼冇得講，而家有流行乜嘅算是乜嘅病症，甚至有一陣我哋談過講，譬如講 COVID-19 開始嘅時節，其實如果對一啲人喺啲老人家來講嘅話，一定根本唔了解一件事情，因為一定對外面對社會接觸嘅，但是一部分係想詢問一下症狀。我樣嘅老人家，讓外本地社會都唔同嘅基金會的關係。我們華山基金會其實這些長輩的來源很多元，大部分都是來自我們的主動發掘了。因為其實我們社區服務員，就是我們站長這個角色，其實都是在地服務經營。那我們在地服務的過程當中，其實多多少少就會發現，可能哪些地方它是比較破舊的。那甚至有時候我們在服務的過程當中，發現路邊有那種撿拾回收的老人家，那我們就會主動去關心他，說，這個阿公阿嬷，你們是不是獨居？那家裡環境大概是怎麼樣？有沒有機會讓我們華山可以去了解關心？那這個是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一些社政單位或者是民眾的轉介，因為其實很多的民眾他們知道我們華山是在做這樣的在地的老人服務，那他們說，我的街頭巷尾可能有發現獨居老人，那你們是不是可以去服務他？也會轉介給我們。那另外就是像社政單位是最主要，因為現在政府都在推行長照，所以有居服單位、長照中心，他們其實有很多的個案。那這些個案他們在服務的過程當中，發現其實有些長輩他們沒辦法用政府的資源去提供協助，可是他還有其他的面向需要去補足，那就會轉介給我們華山基金會。所以我們華山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是補不足，補政府單位跟民間團體不足的地方，那這些服務就由我們華山基金會來提供。當然乜講就補不足，因為其實我哋我因為講，其實我哋慢慢的由我哋長照2.0開始以後，佢想有幾多嘅太人啥嘅成分已經被照顧到嘅。但是還沒有我哋冇看到冇得講，譬如講頭都講，他可能不符合我們社會行政上面的一些資格，可是是讓我自己一定冇辦法去本幾種人來聽數咯。應該是說，我們服務的這些長輩，他可能有時候有長照中心提供居家服務的一些照顧。那居家服務它會有一些類別，例如說，他可能只有家務整理，幫他們協助沐浴，或者是說烹食餐食。那他可能因為經濟比較弱勢，他生活上面其實還是需要一些物資上面的協助，那就會由我們華山基金會來提供，或者是說像剛剛提到，因為華山基金會除了到宅的服務以外，我們有陪同就醫。那長輩他要就醫上面其實是不方便，也沒有人協助他的，就會由我們華山基金會來協助。好，等於如果其實我哋咧睇現實地方，有啲人可能有部分符合到我哋而家社會救助一塊，但是其實以這個來講嘅話，而且可能冇辦法有過順利的行通。好，嗰時對我也看醫生的時間，他就沒有辦法自己去就醫嘛。這部分其實在居服服務裡面，其實他也是沒有辦法去符合這一塊的。那一部分的話，如果人的發展基金會都來填補所謂的不足的部分。對，但是呢，頭有談到講，有時間的鐵路上我看到，譬如講有的人的算是拾荒來講，然後你們會去主動去關懷，可是人家會不會覺得說你是詐騙集團？對，多多少少其實也會遇到啦。不過我們其實長期的訪視下來，像印象很深刻，我曾經服務一位阿公，他就是我們在服務的時候，他就坐在路邊，我就下去跟他說：“阿公，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裡啊？”那後來阿公就是不怎麼回話。那後來發現其實他跟他太太同住，我就去了解一下。後來說原來這個阿公他其實在
中年时期，退休之后，他其实曾经被诈骗集团骗过，那他就对外界其实很有防备心。那我们就是每一次去访视的时候，我就去跟阿公打个招呼。久而久之，其实他知道华山其实不是骗人的单位，那他就愿意让我们接受服务。那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华山的服务很多元嘛，那包含有一些身体照顾。那我除了提供一些访视以外，我还帮他做护甲、剪指甲啊，因为阿公的指甲比较厚，然后他视力也不好，就变成由我们华山去协助他。久而久之，其实阿公他就更信任，也认同我们华山的一些服务。对，等于你讲用慢慢的一种服务去得到他个人的信任。对，那重要部分我想问一下简明，因为其实讲屏东来讲啊，唔单止讲南北嗰一场，好，同时我哋因为有原住民区，所以是山区的部分，还有我哋平原的部分。那像我们这个已经有服务到1500个个案嘛，哈。那以服务员来讲的话，像山区同海边，无论讲我哋咧平北部分同平南部分的话，唔得有分期服务嘛？那等较无去分期服务，其实假使有需要的话，那等都会去服务一等。其实那等正常来讲，每一个上升会有一个服务人员，因为其他服务人员有较强人，那等上来我去，假使因为那等很存嘛有服务的总批给片，那等上班的服务店去筹出，那等我会从筹出出发，石头很存去，无个人讲伊安用的，都会故意找人服务员的。哦，像这个对求助其实，不管是视察位、某器材位都很纯，其实嘛一点嗰种。我一段路啊。哦，嘛一段路哈，其实啊，尤其係路途方其實嘛有幾多嘅差嘅。嗰時其實啊，你嘅服務嘅方式其實嘛算幾辛苦咧哈。因為其實嘅時間都很存於，因為較嚴嘛，所以那都時常都會清早出門嘅。可能清安你嘅清安嘅時候，那會過來。不過真的總批真的有需要的話，那就嘛會過去聽數一陣。嗰時唔單止係分我哋嘅平北、平南，無論我哋嘅原住民區、山區，無論我哋嘅海邊，只要我哋嘅總批有服務嘅地方，我哋嘅發展基金會都會以聽數。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翻返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華山基金會屏東縣站長姚斌，還有社區服務員林建明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睇華山基金會睇我哋屏東嘅服務內容，還有也範圍。我就想問一下建明，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各種講我哋屏南嘅鄉村，或者譬如有嘅太陽山嘅服務嘅話，唔係我對潮州。視察一下去吼，其實因為路途實在幾長。咁一般來講嘅話，唔等去看我哋嘅太陽山時節，係一定去還是會有個團隊向下去啊？我平常會帶兩三個志工會向下去，因為年度去啊，我看鬧熱，因為平常老人家都一個人喺度卡，年度嘅話一定嘛較有話題可以聊天。唔像過年過節啊，有啲公司，可能有保險嘅團體，就嘛會出來就叫我去送物資，一定嘛會上去關心，嗰條一定社會上有到可能到嘅較弱勢嘅總體安尼。等於講，其實有一啲話講吼，其實真實的弱勢，其實伊連喊都喊唔出來。剛剛人提講，其實呢有一個愛心舔舐站。好，重要愛心舔舐站的話，伊當初設置的一啲目的是什麼？然後以這個應用的地方，讓我有愛心舔舐站。我們華山基金會其實一直以來都很重視在地的老人服務。那其實我們社區服務員深入偏鄉、深入這些在地服務的時候，就會發現說，我們有時候像剛剛提到，我們要從潮州到恆春，其實是一場很長的距離，那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在地設立天使站，就近的提供這些老人的服務。因為長輩他們可能可以及時的來到天使站，例如說他需要物資，或者是說他可能今天收到一封信，他看不懂，他需要尋求協助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到天使站來找我們的站長、社區服務員來
问说，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更甚至，其实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来自社会大众，如果说有民众他们有意愿想要来捐款、捐赠物资，或者是说义工想要来报名当义工，其实都可以直接很在地的就近找到我们的天使站，然后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跟资源。到目前喺屏东县那把天使站差不多有多呀？我们目前其实，在33个乡镇市有27个天使站，但是我们服务人员没有到27个，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遇到一些困境的。对，係等於如果其實唔講33個有27個，其實已經有幾多啦吼。但是冇可能講工作人員可以喺每一個天使站底部如果有安的工作人員，那這樣子人數不足的天使站的話，那怎麼去服務呢？我们目前的话，服务就是说，有一些是有代理的部分，例如说，他可能服务九如，那邻近的可能屏东市啊，我们就是有2个乡镇由同一个服务人员来做服务。是。那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机动社区服务员，就像建民这样的角色，他就是在补足我们可能没有在当地一个站长角色的服务，我们就会持续的服务由机动人员去协助这样子。等於如果能那一路去救火的意思啦。對。所以問題係講，從哪裡來講啊？話等於講，人服務的範圍都變成要比平日還高太，因為有啲人可能係採體，吼，雖然講以採體服務過嘅隔壁嘅鄉鎮。夾鄉下可能係鄉里嘅服務人，但從來講話要哪路去救火，咁唔知個原因係講，其實像安尼工作來講，對你來講壓力會幾大冇？壓力一定會大啊，因為像我人家有差唔多一陣日就300-400個去服務一個老人家，這個時間我真的要排，因為他可能都需要天數，這個唔該是冇去的話，嘛會。尷尬，伊就嘛會打電話來講，伊等也常常有遇到乜事情，我需要那天數，那就嘛可以了解一下呢。但是其實生活裡邊有太細嘅事情，全部可以臨時嘅。咁其實能用嚟做時間嘅分配。像較臨時嘅事情較重要嘅，我看情形啦，因為那陣本地我有志工嘅，個是。需要去嘅方，我即個去按社頭可能安排志工一程來天數安尼，個是老人家一個邊個需要冇安充嘅話，志工可以天數方，我會安排志工馬上去，因為畢竟可能嗰時候喺別的地方我臨時叫過去嘛冇方便，我聯絡志工去天數安尼。等於如果志工這一塊哈，其實對發展基金會來講嘅話，其實算是一個幾重要一塊。剛剛一定能提供，一般來講，應該有一個老寶貝的認助計劃。那一部分的計劃內容很用，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我們老寶貝的認助計劃，其實是剛剛有提到，我們華山的服務是不跟這些獨居弱勢長輩收費的，所以資源需要靠社會大眾的幫忙跟協助。我們比較像是一個資源的橋梁啦，我們把長輩的需求讓社會大眾知道，那透過社會大眾的力量，一起來協助關心這些獨居的老人。那其實我們換算下來，我們平均服務一位長輩大概每一年要服務15000左右的服務經費，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透過大眾的力量來認助老寶貝，就是協助我們每個月可能小額的捐款1250，或者是說單筆15000的捐款來認養這個長輩的服務，那我們能夠長久的去提供這些老人家的協助，這樣子。如果我哋一年對呀，就當時我哋睇完晒的服務經費來講，成本來講嘅話攞10000，對，好，嗰時換算12年的話，等於1年的話，差唔多1250萬元。假如講等於講我哋觀眾朋友對一件事情，其實希望講可以天數到發展基金會服務到我哋睇完啥話，等於就是一個月大概是1250，或者是一次15000塊，就可以天數我哋睇完啥。可以睇下張一年底部，至少有人可以問候，可以批判，甚至看片的時間可以有人帶一起。這樣，那目前這個認助計劃的話，以這個一個管道在哪裡啊？我們其實捐款的來源有很多很多管道啦，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官方網站去線上捐款，或者是說直接找到我們家鄰近的天使站，直接去協助。那另外的話就是其實我們可以主動的去劃撥。
透过我们划拨的邮局账号，直接到邮局去做认助，都可以去帮助到我们这些老宝贝们。故事讲，等于讲，用我哋咧管命嘅方法，无论我哋爱心天使站都可以去天数到我哋嘅睇醫生。嗰些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頭先有講到子宮嘅部分，那而家發散基金對屏東來講嘅話啦，嗬，佢而家子宮嘅人數會幾多冇？我们目前屏东的志工人数其实是相对大城市来讲是比较少的。那平均啊，目前每个天使站的志工人数大概都落在3到8位左右，不一定。那整个屏东县其实我们很需要能够找到更多的义工人力，因为像刚刚提到我们每个天使站其实服务的长辈很多，只有靠一个社区服务员做服务，所以我们很希望有很多的义工能够加入我们。可能他下班时间有空。或者是说他已经退休了，他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想要一起来协助关心这些老人家，都很欢迎加入我们。咁感應有子宮嘅話，有乜嘅訓練冇？像我们可能有些義工，他來天使站要報名當義工的時候，他會發現，他可能過往沒有義工的經驗，那所以我們就會透過一些基礎的訓練，然後包含他可以上網去參加一些基礎的志工課程，或者是我們加入我們華山之後，我們會有安排一些義工訓練的課程，包含像要怎麼跟長輩互動，所以我們義工的方向也很多，有包含像道宅的義工。活动的義工、行政的義工，甚至是他可以成為超級管家。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天使站，如果說站長外出去訪視的時候，他可以成為這個管家的一個角色，處理我們天使站裡面的一些物資啦，或者是說有民眾上門，他想要詢問一些問題的時候，就可以透過這樣的義工人力來做一些解答。而且我認為講，其實睇發展基金會做志工來講嘅話，因為我相信其實嗰度沙嘅地方嚇，有幾多嗰有愛心嘅，算是唔管係媽媽啦，嚇，譬如講生意嚟去傷口也好，其實真係會有一些這個事件，有看到嗰度沙嘅媽媽來講嘅話，有幾有愛心，但是伊哋唔係講愛意服務乜嘢，可是我相信講伊哋其實可以透過發展基金會嘅志工。伊哋可以去天數講，伊哋想去天數嘅等嘢，但是我想有啲問題就講，從你哋幾多嘅服務係到我哋嘅太醫生都可以服務嘛？那你們會把我們的長者帶出去參加一些活動嗎？會，其實我們除了道宅的訪視以外，我們有一些6大活動。我們在春天、秋天會辦老人郊遊，那在端午節會有老人運動會，中秋節會有中秋的愛心餐會跟 K 歌比賽。那其實，在過年前，除了送愛心年菜以外，我們有韓式尾牙，也都是希望讓這些獨居弱勢的長輩有機會，除了在家裡面以外，他有機會出來走一走，認識新的朋友，那有不一樣的回憶跟晚年的生活。你的發動其實談好了，真的是幾好搞嘅事情，但是問題係從整這個安多嘅服務嘅太醫生地方，你要怎麼樣去把他們去帶去參加這些活動呢？而且這些活動都大概集中在哪裡？我們整個活動其實都會主要辦在屏東縣，那選擇一些比較適合老人家活動的一些地點啊。那其實我們就是各個鄉鎮會有站長啊、義工啊，他們會去協助長輩的一些接送。那到固定的集合點之後，透過遊覽車集合到我們一定的地點。所以像屏東縣，我們辦活動的話，像我們比較遠的牡丹、恆春的這些長輩啊，他們如果要參加活動，可能就要5、6點就要起床，然後到集合點去，然後我們再接送他到我們活動的場地去參與這些活動。嗰個對於來講嘅話，唔單止喺家私上面可以聽數到我哋太醫生嘛，希望講。假如幾多嘅發通可以幫我哋太醫生帶出去，同時可以重新接觸到我哋社區。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件細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自華山基金會屏東縣站上郵編，還有我哋嘅社區服務人林建明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以後嘅愛心服務站而家成立嘅一個目的係乜嘅？我就想問一下建明嗬，因為其實算是我哋第一線嘅服務人員嘛嗬。從這個服務嘅過程裏邊，有俾我這個印象過什麼事情？我印象較深嘅事情，我有服一個竹田嘅阿姨。阿姨其實對這時候應該就有看唔到，
计算那人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伊个封闭性清楚，那人迄个时候伊嘛无嘛个爱讲法，那人救的伊会，那人计算我带伊较舒适的，可能会群众啊去去关怀安尼，救的时候其实对那人有较新颖，后尾伊有对那人讲法，我见到顶多发伫伊聊天，伊平常去路卡嘛喺谈加天腿，伊加谈天腿安尼，即个加谈天腿，伊有谈到去上拢今日加传到小组的啊，要注意某个事情啊，伊还会打电话来，出来讲，我注意时常要注意要小心哦，我打电话来关心，那人每得到有公道，那人会判法通，计算来上个喙保苗带上带喙医疗行的安尼，其实一开始伊无乜个上个去，后尾了解一下，伊其实有出来讲，伊嘛真想，伊相亲相去啦，伊咪讲伊唔想做，伊个行通无方便，唔想做有点困难。那时候我从给阿姨讲，其实这个唔是上岸岛，我会安排时常出来来个职工，出来看阿姨，阿姨会从照顾，有嘛问题的话有出讲，去过第一摆，后尾几个时候有出来分享讲，一个发通真真好搞，真多年都会去嗰邊行嘅，去無共用嘅地方，下擺有機會嘅發現嘛，使上去去吹，他從他跟你吹了，其實吼，那伊會像中秋節那啲攀竹嘅時候啊，那啲嘛會有個唱歌嘅比賽，其實個阿姨人就看到，阿姨會彈個天台去配個歌詞嗰條，迄個會。幾條安尼衝下來，真係真厲害。伊有出來講，其實伊也就雖然看到，從他跟人吹了，伊嘛我感覺真歡喜。因為伊有談到講，他跟人安尼吹了，請給納賞啊，還是快樂嘅事情，伊對伊來講，伊談到嘛真歡喜。伊嘛真感謝來等我帶伊吹了，因為平常伊嘛會跟人去路卡，嘛無可能我出去行嘅，伊咪一個機會。有啊，機會讓伊出去行嘅，可以俾伊個回憶啦。我想其實吼，人每一開始都一定係，無如果一開始都係唔同他人去接觸嘅，將我哋萬世，將我譬如講我哋萬世啦，無甚至太時節，我哋冇幾多朋友啊，吼，同人哋稍微幾多接觸，但是可能都因為可能年紀嘅關係，行通唔方便嘅關係，我哋慢慢嚟都同人哋沙飛，我哋開始團結嘅，無如講佢哋要遇到幾多問題，係讓我哋都唔敢去同朋友接觸到。嗰種想法呢，一開始做一件事情嘅時節，都想同我哋嘅服務員講嘅，第一件事情都一得到幾多人嘅信任，那有一種信任可能當然係，譬如講群眾帶去，他跟你一起熟悉你去信任，同時長期嘅一啲批判，那我開始慢慢地得到一信任，然後慢慢地等到如開始想愛，地講其實我有人聽數人行出來一件事情。但是也係一個長期嘅一個過程，因為其實我從來我想到講，可能做第一線社區服務員來講嘅話，其實冇簡單，而家花嘅心力同花嘅時間幾多。我想我之前每一件事情，其實你見到嘅工作人員會懂嗎？係見到工作人員，存6個，我服務1500個，那6個工作人員，因為見到其實大部分好上嘅較唔好做安尼嘅協調，因為佢本來人都起落ไป做落比較多啦，我省一條，唔講是唔講落雨還是一條天台都嘛會去服務老人家，時間又清長，其實好上嘅較唔好做一個協調，較嘛清重要，個驚強你嘛強真多。以前係因為像我講1500個，我哋講服務嘅體驗上來講，應該講。其實一種嘅體驗上來講，可能我停頓嗰種人推一來一叫，我一來一讀。
因为我哋而家如講屏東人來講嘅話呢，高齡化其實過於嚴重。嗰種可能未來發生服務算是案件會越來越多，但是人力上面其實真是沒有那麼樂觀了，因為其實就像剛剛建明所說的，嗰種一部分我想問一下站長，因為其實對於屏東來講嘅話，我哋的服務員那麼廣，服務人數這麼多，你在推行嘅時間有多多問題？其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從社區服務員一路走過來的。那服務的過程當中，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們把我們服務的一些經驗要做傳承啊。那其實因為長輩的人數越來越多，但我們的工作人員其實這是我們的困境啊，就是說，我們在招募人力上面其實有遇到一些困難，但是我們還是很希望透過不同的招募的管道，像我們可能在地方啊會認識一些地方的民意代表，我們甚至可能在跟這些善心人士分享服務的過程當中，也會跟他說，其實我們很需要有一些專職的人力來做這樣子的事情。那更甚至，其實我們就是到一些就業中心去刊登我們服務的這些廣告，也當然希望說能夠透過多元的管道去招募對於老人服務其實是有一些熱忱的這些不管是年輕朋友也好，或者是想要求職者也好，都能夠加入我們這個行列，一起來為這個屏東縣的老人家的服務去琢磨啦。那其實這麼長的時間以來，不管是在人力是一個困境，財力其實也是一個困境，因為其實現在等於說這個社會有很多的溫暖，但是社福單位其實有很多，那變成說我們的捐款其實是有分散的，那導致說其實我們在認住老寶貝的部分，其實也不像過往這麼的順利，因為1500位長輩其實不是每一個長輩都有機會可以得到認住，但是我們的服務其實是不中斷的，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希望說把我們的服務深入偏鄉，那深入地方，那讓這些獨居老人可以在這個晚年的生活過着比較有尊嚴，或者是說有人協助的一個過程，這樣子。從這個本身都對於我哋的社區服務員變成站長了吧？哈，那也有問題問到最後，當初是怎麼樣子堅持從社區服務員一直到站長這一塊的？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其實，在服務的過程當中，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啊，不管是在服務的過程，或者是說，在資源的募集上面，甚至是其實會有很多的聲音。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這些獨居老人，你為什麼要去服務？他們有子女啊。但其實服務久了之後，其實這些長輩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那服務的過程當中，其實會有成就感的。那我們去提供服務，就像印象很深刻，我有服務一位阿嬷，她其實因為年紀退化的關係，她慢慢的有一些失智症的狀況。那有一天呢，我在晚上我就接到警察局的電話，就說，阿嬷騎車出去，忘記回家的路，他身上也沒有任何的證件，知道他怎麼帶他回家。那後來只有探出他說，華山的站長。那警方就透過這樣很簡短的資訊聯絡到我們。那我就說，阿嬷住在哪裡啊？後來隔天我們就趕緊安排就醫，去讓他做一些失智症的鑑定。那其實慢慢的延緩它退化了。那其實長輩他們在後續一些不管是長照單位的介入也好，其實長輩他們很常這些居服單位會反映說，我們的這些居服員去服務阿嬷都不認得，反而是華山的這些站長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所以其實也因為這樣子的回饋或者是這樣的服務的感動，讓我們有機會繼續堅持在老人服務的這條路上面。嗰時對於啲實質嘅老人家來講嘅話，伊記得咧係華山基金會嘅站長吼，嗰時其實係一個重要嘅自信。咁從今年來講嘅話，你即個提起一些服務我哋老人家嘅時間。我相信這個嘛，提講其實因為當初嗰啲同事嘛，做喺嗰度啦。咁你哋講，伊哋當初做喺啲啲人員，大部分係乜嘅咯？當初嘅做好人員，也大部分都看伊哋即個，伊哋可能即個有即個規劃啦。畢竟每個人嘛，無一定會適合也可以協調。有啲人可能做某一叫感覺講，伊要照顧一個太年上老人家，伊真係無法度。心情無法度去調試，有真係想講我冇揾一個社頭就去做，其實做下社頭真係要有熱忱嚟心啦，咱會做嘅長久。其實對於台灣來講嘅話，其實佢當然從事我哋嘅社會服務嘅工作，但是我哋講句實在一些啦，其實我哋見到嘅社會服務嘅人，一切都係我哋講燃燒自己啊。
好燃烧自己，因为其实俺的相对应比的呢算是出楼模安斗，他们的酬劳其实跟他们的付出其实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比例的哈，比例上没有那么的值，所以讲嗰度讲对嗰度影响人来讲，我把可能去做一个配的外送员，可能就超过多。一个次要嘅工作，同時職業又冇按到，像我今日有講到講啊，其實可能一同天花，伊就馬上落去服務。從未來呢，華山基金會對未來有乜嘅期望？華山基金會其實也知道，我們目前台灣的老年人口其實是越來越多的，所以我們很希望說，我們創辦人有一個再夢30年的一個理念，他希望說，我們基金會其實從創世在照顧植物人，到華山照顧獨居弱勢的老人，那仁安基金會照顧街友。那其實這一路走來30幾年的時間，他希望說，透過社會大眾的力量，我們幫助到很多弱勢的這些族群。那希望還有未來的30年，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服務更多的老人家。那就目前全台灣來講，然後我們華山基金會其實有將近400個天使站在台澎金馬地區。那很希望說未來30年，我們能夠進展到有747個天使站，去做更深入、更在地的這些老人服務。我希望講可以睇藝人嗰度嗰偏向嘅地方，冇得講嗰個採鐵嘅地方，可以直接得到藝人華山基金會嘅服務。像頭先唔講嘅，唔單止講藝人咧算植物人，然後一定要係啲老人家，無論甚至講藝人咧遊民，都可以得到藝人咧，算是政府冇辦法去照顧嘅地方，有人來聽說一件事情。看今日節目，我們發現到講，其實雖然講我哋政府已經做過好多事情了，但是其實還有啥比幾多地方，還有幾多人我哋冇注意到。好彩有我哋華山基金會，睇唔過係植物人，無論同我哋咧一定要係啲老人家，無論睇我哋咧遊民來講嘅話，以盡量去聽數到我哋政府冇辦法聽數嘅地方。或是觀眾朋友，假如對我哋咧今日議題有乜嘅想法話，可以直接聯絡到我哋咧華山基金會。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的分享安精彩故事，謝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再聽我哋先生來跳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